媽祖兒開 show， 克勤話南亞大戰姨媽姑姐爭飛演唱會，天王級、天后級再埋一齊開 show， 改 show 名頭都爆啊！與其集思廣益，等佢哋尋日搭完直升機降落半島開記招嗰陣，話你知啦。早你1秒演唱會啊！南亞大戰姨媽姑姐爭飛演唱會。你又啱喎，次次有星開 show 嚟爭。咁啊，希望咧真係想買飛嘅朋友咧，真係唔好等加場，就好即係立好準備，聽日嗱一聲早啲去排隊，因為即係據我所知，真係唔係有好多飛喺街。咁希望真係睇我哋 show 嘅，想睇我哋 show 嘅歌迷啊、市民、普通市民可以買得到飛咯。呢個實實在在叫容祖兒李克勤演唱會，暫定9月11至9月18號8場，今日就開售門票啦。但一講到啲飛咧，我尋日食一餐飯已經唔見咗100張。真係啊！係啦，我已經呼籲晒所有朋友唔好再揾我，或者我老婆。我就冇理嘅，我係即係我來者不拒嘅，我係處啱啦。我助手就話唔好再落啦。來者不拒嘅祖兒呢，原來今日就35歲啦，喺記招上面仲順便切埋餅慶祝添啊！獲發1號員工證嘅唔係黎生啊，而係喺90年3月19號入職壹傳媒隸屬傳遞中心兼茶水部嘅嫻姐。嫻姐服務咗我哋22年，喺2012年榮休。